新北市有一间高中爆出捌摕到书读奖的校长对代理教师霸凌，不过教育局的调查是认为这霸凌无成立，后受害者无法度接受。今仔日出面来召开记者会，公开受到校长霸凌的录音档。教师团体又呼吁相关的单位，得爱重新来检讨这个校长敢有责任，而且嘛爱改善调查程序，保障教师的权益。其实我都认为我自己算是蛮敬业的，可是他却用言语的威胁我说他有人事权、裁量权。那其实在这段时间，其实我真的让我很恐惧不安。后伫控诉和新北市某高中校长霸凌状况，受害代理老师王老师出面召开记者会，验过伫封闭的教育体系担任告密者有关爱挂乌目镜帽啊报案案，佮公开为去年2月到4月之间，和校长严肃霸凌的引动。你们没有反省自己的能力，所以你才会长这样啊！你才会在会议上我在讲话，你也在讲话啊！你没有伦理啊，还要我出声来骂你啊！他其实的言语就让我一直很不舒服，我常常很害怕。然后到学期末的时候，我都一直过得很提心吊胆的生活。我只希望说可以重新审核这事件，然后让他有更公平的处理措施。王老师指出，家己向新北市教育局提出申诉了后，虽然先就校长情绪管理无好的部分记小过，也不过经过4个月的调查，xác認定霸凌无成立。报告内容以校长的講述為主，等於是對受害者造成極度傷害。教師團體也呼籲相關單位要重新檢討校長的適任性，佮完善調查程序，以保障教師的權益。許多的老師，他是以實名的方式向我們舉報。這位校長不僅在現在這所任職的學校有霸凌同事的情況，在之前服務的學校都一直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。教育局對於職場霸凌零容忍，絕對依法秉公調查，絕不寬待、不偏袒，也報請教育部廢止師鐸獎獲獎資格。後續會密切關注，輔導校長採取正向領導管理方式。新北市教育局指出，已經報稱廢止這個校長的師鐸獎獲獎資格，佮會繼續關注這個校長甲同仁的互動。另外，對霸凌調查結果不好的部分，會當以職業安全衛生法提起救濟。公視新聞採訪報道。